先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南的仁德，伫2个月前发生一件事故，有一个驾驶可能是加血压，塞车弄入去路边的面搭，甲头家娘的阿嫂弄着伤，尤其是这个阿嫂严重来烫伤，医药费爱真大条。头家娘指控讲，驾驶是一再拖刷，拢无来处理，最后甚至讲伊人已经往生了。头家娘一度怀疑是假死，也毋过事后来证实，迄个驾驶真正是心脏病死亡了。伊的囡仔妈妈上来放弃着继承，也就是讲，头家娘即摆是找无人通讨。这个手面趁食的艰苦人，看这声要安怎才好？行路摆咧摆咧，脚也袂好。头家娘嘛是倒来到甘南村一片残骸店面，受到4月23迄天中昼倒规巴肚血。我们为什么恢复的那么慢？是因为这些东西还是我们去借钱，妈妈卖着老脸去跟朋友借钱，先借我们，说肇事者好。赔了会还他，现在肇事者死了，妈妈都不知道怎么跟朋友交代。一台经小面路完全无打通啊，直接落去店面，料理台规倒去，电风嘛叫地甲变去。头家娘和阿嫂红夹伫咧轿车和壁倒中，嘛叫煮面烧滚水烫着伤。当时赛车是一个老先生，讲家己是因为加血糖才失控，不过意外发生1个月后，两边约定超时间为5月初6改到7号。老先生搁一摆敲电话。讲人真无爽快，需要挂急诊。第二摆改时间到10号，不过9号老先生搁讲赔偿的问题应该等到调解委员会过再过来讲。想要到22号，头家娘伫咧改委员会等啊等，竟然敢等到一张死亡证明，赛车老先生心经性死亡。肇事者从头到尾声音很洪亮，你跟我说他生病。他不想出来，我也是无奈，一直在，所以我就该赔嘛。他死了，儿子抛弃了我，1毛钱都没有。那经过法院备查之后呢，确实他们就不用承担这个财产上的责任，所以这边会建议被害人呢，可以向财团法人犯罪保护协会来申请一个补偿金，作为救急之用。头家娘已经无法度去向老先生后生查囝求偿，变作渡过难关。老先生后生查囝无愿意接电话，社工平台毋是号码太挑，也无就是无要共插。头家娘开口就会生气，因为一场意外找无人通求偿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